治療良性頸胸腰脊椎疾病邊種方法最好？脊椎分為頸、胸、腰三個部分。頸椎最常見嘅病痛係頸肩肶麻痛，其成因係因為椎間盤突出、生骨刺、椎體下陷、弧度變形等，導致椎孔狹窄，使頸神經根受壓，導致頸肩肶麻痛。利用坐地牽引床，牽引過程需要治療師輔助，而且療程時間好短，效果唔能夠持久。吊水袋牽引。設計以下巴為主，牽引施力點唔夠後枕精準嘅牽引，而且牽引器必須固定喺門上或者床上，唔能夠隨地使用。充氣牽引器設計透過衝脹氣墊拉起頸椎，但氣墊太軟，根本冇牽引力。而且設計唔透氣，出汗嘅時候會容易引起不適。利用頸部牽引器 N05B 呢款牽引器，通過調整第一對扭掣，使頭顱後仰至45度，形成最佳受力姿勢同支點，再調校另一對扭掣，並以後枕為支點，利用升降桿提升後枕，產生強力而精準嘅牽引力。牽引力最高可以達到20 kg。拉開椎體，椎間盤回縮，減少神經受壓。呢一產品對比其他療法更精準同針對性，隨時隨地牽引，唔求人，效果持久有效。胸椎最常見嘅病痛係青少年脊柱側彎，當脊柱側彎弧度出現，持續脊柱受壓，便會慢慢惡化，增加變形，影響生活。史羅特坐地牽引療法需要治療師指導，並利用高低單槓運動輔助矯正脊柱側彎。呢種治療方法係間接牽引脊柱嘅方法，但係佢嘅牽引力容易分散喺手腕、手踭同膊頭，導致對矯正脊柱嘅效果唔夠精準同針對性，成效充滿不確定性。若佩戴波士頓支架固定脊柱，能夠避免脊柱側彎惡化，但係呢一種方法使患者唔能夠活動，唔能夠鍛煉肌肉，會令到肌肉慢慢萎縮，效果亦都唔夠顯著，亦唔係長遠嘅解決方法。佩戴腋下槓桿鍛煉牽引器 B18B 產品，利用腋下同盤骨兩組支點，並採用夾翼擠壓鍛煉運動，產生槓桿牽引力，針對性直接拉直脊椎，矯正脊椎側彎，長時間使用更有效、更直接平衡兩側背部肌肉。呢一個產品對比其他療法更加精準同針對性，隨時隨地牽引，不求人，效果有效持久。腰椎最常見嘅病痛係坐骨神經痛，其成因係因為椎體下陷、椎間盤突出、黃韌帶肥厚同生骨刺，導致椎孔狹窄，壓迫腰椎神經，導致下肢放射性麻痛。佩戴腰椎牽引器 B18C， 收緊拉帶卡入盤骨頂部同肋骨底部，並扭動升降桿，產生牽引力，拉起下陷嘅椎體，並解鬆沾黏受壓嘅神經，使椎間盤回納，黃韌帶變瘦，腰神經減壓緩痛。對比使用坐地牽引床更精準同針對性，隨時隨地牽引，唔求人，效果持久有效。本公司設計嘅牽引器係取代坐地牽引器嘅最佳方法，效果更持久，隨時隨地，不求人，更加精準同針對性解決各種脊椎問題，同時俾你立即節省理療中心嘅開支。總結：隨身牽引器比做手術更安全，冇風險，冇併發症，冇後遺症。對比其他隨身治療器或者保守療法更有效，更可以取而代之。如果你對隨身牽引器有興趣，立即透過以下連結預約免費試戴。